Hello，我係李家國 Jason。今日同大家去到一個利奧坊首寓，去睇一個272尺嘅一個一房單位，特高樓底，開揚城市景。咁我哋一齊過嚟望望啦。咁如果對上述單位有興趣，想約睇或者想了解更加多咧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利嘉閣奧運站1號銀海分行 Jason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